一个大叔和两个小孩在海边钓鱼，小男孩钓上了一块破木板，出于好奇心，他捡起木板向裂缝中看了过去，这一看惊呆了。他告诉小胖，海面上出现了奇怪的东西。小胖顺着海面看去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此时小男孩显得更加惊慌了，他告诉小胖，似乎这个东西只能通过木板才能看到。小胖不信，觉得他肯定在骗人，可透过木板一看，マジかよ。目開いた。两人的一惊一乍惊动了旁边的大叔，他有些不耐烦地问：“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可两个小孩根本就没有空搭理他，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丢下木板，拔腿就跑。大叔无语了，这俩小屁孩还真能演。他好奇地捡起木板看了过去，一个通体发黑的东西出现在海平面上，可将木板一拿下来，又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他喵的，难道是大白天的见鬼了？他再次拿起木板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大叔吓得赶紧拿下木板，还好怪物消失了，只闻到一股老坛酸菜的味道。好奇害死猫，大叔壮着胆子再次朝木板看去。这时怪物的嘴里冒出无数只人手，就像是两排牙齿一般。大叔再次拿起木板，只见怪物睁开双眼，喷出大量白色液体，然后冒出两张可爱的人脸和那些飘荡在风中的触手。大叔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挪不动腿了，半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小姑娘的手了。此时天上的小鸟仿佛像撞到空气墙一般，直接跌进了海里。随后大叔消失不见了，下一秒日本也消失了。